咱台中有东山，还有啥？华裔吗？对对啦。华裔，华裔是一个草。华裔原本是干啦5月到10月只叫5月到10月安尼。你华裔这就是阮做粉啊，华裔粉啊，哦，渐渐的先存起来啊。哦，不管什么时阵就当拢累积的对啦。最外哈，多糖体哦，这袂歹呢。这好啉啊！今日去厝一个特别来宾要来，阿伟亮，哇！魏老师啊！啊，林老师，魏老师啊！老师，其实因为你对我算是温情啦，啊，我今日就给你，好吗？你也当帮我老师应援去，拜托，好，林老师，好，好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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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超级尬意林老师。